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以赛亚书43章第8节到15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25节到第3章的第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主里。一首诗歌名为《在主里的时刻》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提到：在主里的时刻，在神时刻，他使万物美好。求主每天提醒我，求主每天教导我，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时刻。在主里的时刻，在神时刻，你使万物美好。主愿我所献生命，主愿我所唱诗歌，都能蒙我主亲爱主所喜悦。正如歌词所写的，在主里一切都美好，真是好的无比啊！因此呢，基督徒领受上帝的救恩，领受上帝的呼召来回应上帝是必然的，因为除了上帝以外，没有赐下别的拯救。以赛亚书43章第8节到15节，先知这样子的说道：上帝说，把我的子民传到法庭来，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，他们有耳朵却不能听，把万国万民都传到法庭来。哪一国的神明能够预测将来？哪一国能预言将要发生的事？叫那些神明带他们的证人来，证明他们没有错误，证实他们的话可靠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是我的证人，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，要使你们认识我，相信我，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，除了我没有别的上帝，过去没有的，将来也不会有，唯有我是上主，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。我向你们宣告将要发生的事，我来帮助你们。没有一国的神明做过这样的事。你们是我的证人，我是上帝，永远是上帝。没有人能够逃脱我所掌权的，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作为。上主以色列的神圣上帝，你们的救赎者这样说：为了要救你们，我要将差遣军队攻打巴比伦，我要攻破他的城门，巴比伦的人民欢呼，要变为哀哭。我是上主，你们神圣的上帝，是以色列的创造者，你们的君王。当我们在主里的时候，上帝就要为我们征战，赐下平安给我们。基督徒教会应当欢欢喜喜地接纳上帝的仆人，并因为在主里恩典而愿意诚心实意的同工，同心合一的服事，就必要蒙上帝的喜悦。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基督徒的话，腓立比书2章25节到第3章的第1节这样的说道：我想我应该送我们的弟兄以巴弗提回到你们那里去，你们选派他来帮助我，跟我一起工作，一同作战。他很想念你们各位，并且知道了你们听到他生病的消息，非常难过。他真的害过病，几乎死去。可是上帝怜悯他，不但怜悯他，也怜悯我，使我没有遭受更大的忧伤，所以我更想尽速送他回去，使你们得以高高兴兴地跟他团聚，这也可以消除我们的忧伤。我希望你们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，
你们要尊重像他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为基督的工作冒生命的危险，几乎死了。为了要弥补你们未能服侍我的地方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还有话要说，愿你们在主里有喜乐。向你们重复我从前说过的话，对我没有麻烦，对你们却有是益处的。在主里，基督徒就会彼此相爱，互相接纳，并且蒙上帝的喜悦与赐福。在教会的建堂的过程当中，牧师一再的提醒同工跟弟兄姐妹，唯有在主里以爱心同心合一，这个在人看来非常困难的建堂工作才能够迎刃而解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我们返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像是做了一场梦，我们欢笑，我们快乐歌唱。别的国家就议论说，上主为他们成就的大事。是的，上主为我们成就的大事，我们多么快乐啊！上主啊，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，像鱼把水带回干枯的河道。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，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。恳求上帝使我们能够谦卑，愿意在主里以爱相待，彼此接纳，愿意同心合意的服侍，用这样子来领受上帝从天上赐的福气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